過咗瀑布，就係下一世。咁我諗我下一世應該都仲做緊動畫噶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Tommy。製作 2D 動畫一個好嚴謹嘅過程啦，我哋會拍一啲 reference video 咧，去輔助我哋去畫呢個動畫，去務求要做到一個係好真實嘅感覺咯。而且我哋動畫師其實最重點就係要賦予一啲情感落去呢一個動作入面，去令佢睇落去係有用。而家都好多人睇動畫啦，佢哋對個流程其實都熟悉咗好多，都好有興趣知道啦。即係無論係原畫啊，去到最後合成呢個階段入面，其實佢哋都好有興趣知道。而我哋作為動畫師咧，係會層層把關去將每一個步驟做得最好嘅。喂，我想請問下咧，你有冇見過一個咁高度嘅小朋友啊？冇。我同我細佬失散咗啊！你可唔可以幫我揾下？細佬失散咗，點解要揾啊？吓？因為佢我細佬咯。咁我哋喺場景設計入面咧，我哋都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文化，例如可能有英倫嘅工廠啦，或者去到印度嘅一啲宮殿色彩嘅地方啦，甚至係一啲古代嘅遺跡。而入面佢哋遇到嘅人啊、服裝啊嗰啲，我哋都花好多心思去設計嘅，因為佢哋入面可能係有啲夾雜咗真嘅，有啲夾雜咗我哋自己想像。而我哋好希望咧，喺觀眾係可以睇得到我哋擺嘅 detail 喺入面啦，而且係陪住小鬼一齊去經歷1000年嘅唔同嘅事情，佢解決嘅每一個嘅疑難，而同佢一齊去戰鬥，去打唔同嘅怪獸，而係完全融入喺世外呢一個環境入面。由前期嘅工作，譬如背景啊、角色設定啊，去到中期嘅動畫製作啊，去到後期嘅混音啊、音樂啊，我哋全部呢啲嘢都係喺香港出發，然之後再拓展去外面，去揾唔同世界各地嘅 talent 去同我哋一齊合作，去製造一部高質嘅動畫。我哋好希望觀眾可以睇得到我哋咁用心去做呢個動畫，可以感受得到原來香港做嘅動畫可以咁靚，可以做到呢一個水準。